就焗住咧講咗一半都未講完個開頭就要咁斷開做幾部分啦，大家包涵啦，你搞一搞嘅啫，因為我要做剪接，其實我要有容量先做到嘅。咁好啦，講翻一句就係，因為教完嗰間學校嘅同學之後，我就好警醒到自己要提啲學生，你哋其實要反省下自己有冇學壞師。咁其實學壞師嘅意思呢，你嗰個壞字可以係形容詞，係可以形容前一個字或者後一個字嘅。咁前一個字即係你有冇人哋教啲好嘢俾你嘅時候，其實你冇學到，又或者你攞唔到人哋啲好嘢呢。咁呢個其實係叫做向前嘅學壞啦。咁如果係形容後面嗰個字嘅學壞師就係、有啲老師其實有壞字係誇張咗嘅。咁佢未必唔係教緊啲中文嘅嘢俾你，但係未必教緊啲中文好好嘅嘢俾你，又或者佢教齊晒所有嘅嘢俾你，而依樣嘢而你又唔知，依樣就會係你壞咗事同埋賴咗嘢嘅地方啦。所以我就會用翻我上嗰2個禮拜嗰度，其實係琴日添啦，發覺嘅一個例子嚟到去提醒一下大家，順便亦都講一講裡面一啲由初中到高中都牽涉到嘅都幾緊要，但係可能有人忽略咗嘅嘢啦。但係因為呢，真係連個黑板個粉筆我攞咗去上堂，我都冇攞翻嚟，所以我連嗰個咁粗劣嘅黑板都冇得用。咁你哋要齋口聽啦，你當聆聽啦。咁其實第一樣呢，就係因為我要提啲初中學生，其實綜合嗰4條柱同埋佢嗰啲咩格式啊、虛擬情景啊、論點、論證、論據3樣結合啊，其實係等於翻佢實用文做緊嘅嘢。咁即係話其實你可以係高中用翻你初中嘅嘢嚟到去溫故知新啦。你亦都可以調翻轉係，當你喺度學緊你初中嘅實用文嗰陣時，你知道有呢啲咁嘅精神，你可以將佢作為你預備你高中考文憑試嘅一個好好嘅練習啦。咁但係喺裡面呢，其實牽涉到有少少嘢嘅。咁我就有提過啲學生啦，喺 DSE 考試其實考得最多嘅實用文嘅格式呢，咁就會係書信啦、演講詞啦，同埋建議書嘅。咁裡面牽涉到，咁我提佢語境邏輯同呢啲嘢嘅關係之外呢，我亦都提咗佢一樣嘢呢，就係話其實嗰個演講詞，咁其實你有個稱呼，咁你個稱呼呢係需要去排翻啱佢嗰啲請翻嚟啲人嘅次序嘅。咁其實你可以有啲標準或者有啲方法可以排得冇問題，唔錯嘅。不過唔講樣嘢之前，我多嘴問咗句嗰班學生，我唔記得升中2定升中3定升中4啦，應該好大機會係升中3嗰班。咁佢話佢學咗演講詞㗎啦，但係我問佢咁結尾一定有句嘢要加，但係佢哋冇咗件事嘅。咁後尾同佢講翻，應該係嗰啲謝謝各位，謝謝大家。但係其實我諗任何實用文或者你哋將來綜合能力都係㗎啦。你能夠代入翻嗰個虛擬情景同身份，或者代入翻睇你嗰篇嘢，或者演講詞係聽你嗰篇嘢嘅人嘅需要嚟對諗內容去寫呢，呢個係你做得好同埋高啲等第嘅標準嚟嘅。舉個例就係你講完你個演講，你識得加翻個謝謝各位，等其他嘅人知道你係演講完，等個司儀知道點樣接，等嗰啲燈光啊諸如此類，佢都知道點樣再做安排。其實你係代入咗個情景去諗你篇嘢應該點。表面係一個格式，其實暗地裏你有一個咁嘅精神。咁呢樣嘢當然唔知就要提啦。咁但係其實好冤枉地，班細路俾我嘅感覺係佢哋學咗嘅嘢，其實佢哋記得㗎，即係包括埋我突然間講樣都幾重要嘅嘢呢，佢哋係記得㗎，但係唔係深究咯。而個唔係深究，我唔會怪個小朋友佢深究唔到嗰樣嘢，反而呢個就真係牽涉到少少個老師未做到最好。咁我都係嗰句，學生自求多福。同埋你多啲揾啲有心嘅好老師去幫你啊，包括我。OK， 好啦，咁嗱嗰樣嘢就係呢，
不過依個唔係嘅，依個深少少嘅。其實我代入翻個身份就係話，如果我係學校演講嘅，咁你要知道有校長啊，可能請翻嚟啲嘉賓啊、家長啊、老師啊、同學。咁其實你要排個標準呢，不過好遺憾寫唔到俾你自己嘅寫低啦。咁個標準就係先客後主，先尊後卑。你首先將嗰堆人名呢分咗佢係客人定係主人先。咁家長其實好尷尬，佢可以係自己人，亦都可以係客人。但係諗下嗰個場合特登請佢嚟，所以你當佢客人，同埋禮多人不怪，尊重咗佢先啦，當埋客人啦。咁首先將佢哋咁多嘅人分咗做客人同主人，咁個大類就係你到時會係啲客人嗰啲會擺咗前面先，然後自己人就要擺後面啦，然後先尊後卑。咁然後你再將你嗰啲客人同自己人用佢嗰個身份地位嚟到去排佢嘅先後。咁你要留意嘅就係佢如果多過一個嘅，咁你可能用啲各位老師啊諸如此類。咁舉個例就可能會係陳議員、黃牧師、各位家長、黃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你好。咁嗱，依樣嘢都係嘅，我自己學又未學過啦。咁到我教嗰陣時，我又發覺有樣乜嘢，我亦都諗嘢去幫自己教。咁正如其實一個學生，你唔想前一個學壞定後一個學壞，你其實應該要自己都攞個心出嚟去學啲好嘢，或者諗啲好嘢落去咯。咁除咗依個之外呢，另外一樣同格式出現咗係逼我放緊假俾自己，我都要忍唔住要同大家分享嘅嘢呢，就係其實之後講嗰個係啦，建議書，因為建議書或者公函都有機會係需要寫標題。咁我問啲學生，佢哋連升中二嗰班學生呢，都記得老師教過佢乜嘢叫標題至中嘅，但係其實又係冇深究咯。不論個學生或者個先生，其實標題至中最重要係佢個標題至咗中之後，唔能夠偏左或者偏右多過一格以上嘅。因為如果你多過一格以上，最終個結果出嚟，你個標題寫咗係等於冇寫，因為你嘅格式係出咗錯。所以呢樣嘢其實，如果啲老師教啲學生記得要格式嗰度有個標題要至中，而至中有個咁嘅要求，你唔知嘅，或者你冇話俾你學生，其實都真係幾學壞事。咁呢度同大家分享，亦都提醒下自己，你要喺唔同嘅地方去學嘢，亦都要真係用個腦去分析下你學嘅嘢係咪最好同最齊嘅嘢咯。好啦，多謝我。